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阿迪，嗨，好久伫网底遐，哦，无啦，我这个华语好久有两个意义啦，嘿，一个就是足久以前啊啦，拢无甲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会咯，我是雪红。当咧想讲你久甲已经袂记你要家己报家己的名呢？会啦，这哪会使去互袂记呢？嘿对啦，无？讲久其实嘛无久啦，咱顶个月应该有嘿啦，因为当时参揽一寡无共的节目嘛吼，顶一遍有即个小刷两集的即个斗老者走唱队的访问，听了3款。袂歹啦，哦因为即个4、5个开始老者啦，嘿，因为即个真歹整，吼5个人就歹整的，时间佫紧迫，哎哟，所以差不多2工会行啦，两暝都爱甲处理了。辛苦，讲实在的。嘿，所以都较费期一寡，但是总是甲整出来啊吼，因为这是一个无主的计划，希望互大家会使紧的知影安尼。是啦，嘛真欢迎大家听众朋友会当斗3工啦。对啊，即个咱今日吼无要讲故事吼，即个我知影有的朋友是较介意听故事啦吼，但歹势因为本地我是想要讲故事，实在是时间太迫。嘛无完全是你讲甲你甲咱即是要来无非的，毋是啦吼，主要是无啦。主要是一来是故事确实有一寡物件伫准备，最近有一寡计划吼，爱整理较济即个文献的资料。那第二是因为有一寡听友的即个回馈啦，因的批啦，吼，因的来信啦，吼，所以敢若即甲一个程度啊，你若无甲读一个吼，惊讲拖伤久，吼，对大家嘛歹势。有的物件讨论有当咱讲探修啦，所以想讲无想要拖较久，所以即集咧想讲拄好会使来读一个，有一寡包含讲人即个寄付赞助，吼，一直甲内伫遐囥咧，敢若嘛真歹势。咱嘛是爱共回馈一个啦。是爱共回馈一个吼。好，咱即集录音的时间是5月21号的暗时，吼8:55。到上架时间差不多过2工尔啦。我相信听友应该你若有伫关心即个社会，关心大新闻的事件，可能会知影一寡目前伫立法院的一寡代志。老实讲，我是看即个资讯。毋是敢若新闻啦吼，看到即个资讯，看甲人真无爽快，那嘛有一寡真无欢喜的所在，讲实在吼。但是因为即个我感咱即集无要讲时事，所以我无讲即件代志。但是我也是希望讲咱所有听友，我相信尤其咱家己听友，一定是对包含社会、对政治有你的关心，有你要义的事件，有一寡代志你认为是要紧的，你注重、你关心的，你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其实你毋是敢若票投出去就无代志啊，票对来就无代志啊。我希望你会使去关心，去搁较了解一点。你若讲吵闹闹那才无聊。吵闹闹背后有伊的缘由，大家去注意一下。我希望恁会使去注意一下。我知影看到人就无爽快，嘛莫看甲伤济。你若讲会忝，嘛莫看甲伤济，不要紧。但是大概爱有一个知影，爱有一个了解，概念就好啦。一切拢伫影响咱的生活。讲到咱今日正题啦，我嘛是希望讲用较
快乐一丝情绪，较轻松咧才会使来面对着咱即集安尼吼。尤其因为即集咧，咱来看标题就知影，咱要来读即个听友的来信吼，听友的批。所以咧，咱要用一个快乐轻松的心情来面对咱的听友。是咯，无听友想讲奇怪，读我的批读啊可怜，读个只生气啥啦吼，无，安尼就真歹势咯。无毋对，咱对面对听友是快乐的，欢喜心情。讲到听友我就欢喜。我是你的听众，安尼我就足欢喜安尼。是吼，当然咱先开头先来即个感谢人的寄付啦，吼，有一位真特别咯，吼，这位叫做 Andy。但是咧 Andy 的寄付较特别，是因为伊后壁佫加写4个汉字，叫做乌圆字典。乌圆就是咱平常时咧食迄个甜的迄款乌圆吼。即个乌圆字典其实即个名最近真出名，是安怎出名？因为咧伊有做一个手机仔的 App，手机仔即个功能就对啊啦吼。伫甲即个教育部啦，佮一寡网站的即个台语词列来自动会使发音，会使查字，等于讲手机仔会使查台语的即个语词，变成一个叫做乌圆字典。安尼真好用哦。嘿，咱来甲即个伊的即个老话，伊有寄付吼，甲即个伊的老话甲读出来讲。阿弟你好，之前我嘛捌寄付过，毋过可能是用 Andy 的名，就是咱当讲头前有写到 Andy 嘛。即马我伫网络顶面较接互人号做乌圆，毋是乌啊，是乌圆。搁一个圆哦。多谢阿迪一直做出真好、真趣味的内容，足有诚意的吼，真好、真趣味。人对你。对我会腔安尼，对我会腔吼，对你的腔口有讲，定伫社群顶面分享甲台语相关的知识，我对你学着足侪努力。这是即个乌圆字典的 Andy。我嘛甲你努力啦。也就是乌圆老的话，安尼甲人讲的。谢谢，感恩啦。阮有当伫网络顶管嘛，有一寡互动，所以嘛最高感谢尽量啦。对吼，就是有即个才调无简单啦，讲实在，那我知影伊嘛是重新伫家己家己的即个母语捡转来。那我讲实在。母语要找倒来即个过程，无讲足轻松，有辛苦的所在。有当时你看人自由伫使用，你家己无一定随会使掠，有较好溜掠的时阵，其实有当时嘛有一寡失落的感觉。但是我会认为讲，只要你继续去使用，继续去行，继续去做，尤其像你看，像乌圆，甚至佫家己开发即个字典，所有那家己学，希望所有即个新的人会使逐个行做伙，行小我讲这是足有心的代志。我讲这是足有价值的代志。心连心。所以你若伫咧即过程，包含所有咱的听友，若是长调搁伫练习，一步一步来，豆豆仔来，会愈用愈顺心。这无需要赶，咱就是互家己有即个环境，加听、加讲、加用，就是安尼。像一寡朋友，比如讲我有当时有一寡朋友，伊本地就有即个需要，可能伊的台文无介较顺势，无介较好。按你练转安尼哈。那像即款的，我就会挑工伫甲伊伫传讯息的时阵，我就是会完全拍台文，希望互伊伫即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会以汉字为主，因为目前台湾社会较现实就是讲。大家对汉字的熟悉较济，是啦，所以你上无你大概也知影我的意思。在你这过程当中，你就使学真济字，甲真济词落来，你豆豆就记起来啊。我无惊逼你甲我讲用台文甲我传信息但是上无你会使看到我拍字，了解哈。好来，过来后一篇，是即个人真趣味吼，伊是伫咧 First Story 留话互咱的吼，伊是即个号名，伊家己号名叫做忠实听众，号名叫做忠实听众安尼吼。那伊嘛足简单的吼，伊就是意思就是讲即个。甲人讲当然就爱报名即个广播金钟奖啊，因为之前咱有伫顶一集，咱的开讲的迄集，其实就伫讨论讲敢真正要报即个奖讲实在小可罔讲耍笑讲若无入围的无欢喜当然其实罔讲耍笑啦那大家嘛请大家推荐讲你有感觉讲搭几集是较适合较有赢面伊就真认真来推荐伊就讲包含着即个。
派对卡孔明这是方面的3个即个声音演员、配音员过来鹿港腔来咯，一集就是咱有甲鹿港腔的即个少年朋友伫开讲讲伊安怎找回家己的鹿港腔过来基环真台湾毋过基环真台湾其实无伫咧即个时间范围内这是较咱早期较早就做的方面啦，时间上较早期啦。过来一个是咱的算讲是咱的电台之宝啦，叫做宜兰冥婚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介意对在地特色真清楚内底还有一寡真即个过程即个仪式当中才有的即个你要讲俗眼或者是讲特殊的话句而且是宜兰特殊的即个风俗别为无的宜兰冥婚咱做2集那过去到后来即个听友无听过进前即集会使去找倒来因为你的阿弟的四周围就足侪啊嘿是宜兰其实你凊彩找拢有这是咱平常时生活中你袂去注意到无去讨论即个问题啦你要亲身去问其实大部分拢问到宜兰冥婚即东港啊婚的代志咱做2集这2集真趣味还有一寡即个亲身经验毋是我个人的经验但是我有去访谈啦因为我身躯边头有一寡遮的人真的是工课场嘛有拄过真侪安尼过来嘛是伊个报一集嘛是已经过去的时间过啊无法度背但语文15000公里的即个我感觉嘛是我做1集啊2集我小可袂记啊计成2集我无确定但是我会记得伊嘛是真趣味就是即个宜兰人真正有即个人但语文那因孙陈立行就是当初是甲遮故事细汉就听应该是孙啦细汉听即个阿公讲过即个孙甲写落来甲伊故事写来佫做研究即后来去做读历史的那后来应该是做研究员专门伫研究历史的安尼有出册啦那过来这嘛是超过时间的啦过来即个日本时代的台语放送咱伫做即个广播电台的代志这嘛真趣味我嘛真介即个即集那即集主要就是为即个台湾史不胡说这本册来应该是蔡慧萍我若无记毋对啦即个作者伊的作品伊内底咱有几落集拢是出自伊的作品佮去做研究啦就是迄本册内底的单元那我佫去找一寡相关的资料来互相去印证去对话来做成一集新的内容安尼就是为因的内容去出发的嘛有那过来有一个是咱进前要介绍册花飞飞机飞驰啊海山名台湾的海山名小可是这嘛足古锥的我真介意这本册你内底看起就侪海山敢若足好食咱后来嘛有讲伊后来有佫再版了有改名啦毋过我较介意旧版的即个名过来就是即个达摩拉的即个母语教学会记得即件代志无咱访问即个花莲的方斌就是即个达摩拉母语教学园母语教学园的即个那教园长伊伫迄阵做一个募资计划那其实伊目前打有一个新的募资计划当伫走我个人其实嘛是有寄付一寡我印象中讲伊就是台北的人嘿伊是大中听Q 真重对你后伊查囝拢伊拢甲因的族语拢会晓拢是全族语的真厉害有够厉害因为因当经营即个教学园其实真辛苦那毋管是教师的费用啦教材啦佫学校要经营其实需要真侪钱所以因目前其实有即个募资的计划新的募资计划那我当有讲到我嘛有寄付是逐个月会捐一撮钱自动靠即个钱入去安尼那逐个若有趣味希望讲会使除了咱台语爱发展就是讲台语爱佫较侪咱的后一代会晓以外希望所有族群拢会晓学着家己的母语有趣味嘛会使去找看卖去甲寄付我若无记毋着目前应该还佫当伫即个募资的活动当中啦拢辛苦啦要做一个活动来讲要发扬一个物件其实上迄个路较受命啦行着真辛苦对特别是阮自民族因的国族佫有国族的问题国族的人数嘛民族已经算人侪但是嘛是有限嘛所以因的资源相对来讲就佫较少希望讲逐个嘛会使你若行有余力对毋是讲敢若台语的资源台语虽然讲嘛足辛苦但是
总是已经比其他的语言来要较好一chút chút啦，就是死无法度。所以希望讲你若有朋友有关注这个议题，或者讲你对伊特别有是我感情上会使去遐找看卖，去遐斗助战一下安尼。过来一个就是这个家政妇之鬼金美的故事。金美我个人嘛真介意，那真正嘛有朋友讲真介意这集啦，今嘛拢扫地机啦，就是这个。我之前嘛伫网络顶讲生笑啦，讲若出迄个机器人吼，扫涂骹这个机器人吼，都甲号做金美就好嘛。金美1号、金美2号呢，若有做这个我免费甲代言吼，免费甲做广告安尼。金美一定较好用啦。你扫地机来讲，迄扫涂骹迄机械哦，伊戆戆啊，就有时也袂晓转去啊。阮厝诶哦，定是叫回家，拢戆戆找无位啊。这是这个重视听，正讲是重视听。你看伊有遮侪头前足头前的集数，表示讲伊真是为足头前就听到。都拢甲咱注意。这样讲是重视听众，无毋对。好朋友，谢谢你，感谢你。过来，有一位嘛是这个吴川静是定定嘛伫教父啦，咱嘛真歹势。那伊嘛有就认真，真多谢啦。伊嘛就认真列出这伊认为讲适合的集数。不过伊推荐的这集数我真特别，所以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伊一开始就放这落就重口味的，头一个推荐的是这个兴安茶水间人肉羊肉螺丝。这太恐怖呢！我相信这个若有听人肉羊肉螺丝件的这个听友应该嘛感觉这集较恐怖一寡，伤重咸嘛，口味较重一寡吼，可能伊口味本来就较重。过来就是这个海上奇秀姑山岛甲碧绿团水，这个较温暖，较轻松一寡，虽然讲是小品。过来是足奇怪哦，后壁推荐的是开讲的集数，就是咱旧年底最后一集，就是讲2023年的这个年度回顾。尾啊集就对。咱伫这集了有迄困2个月。是。问题是我嘛毋知是安怎是这个开讲集数，要去报金钟奖，敢若怪怪，毋知伊个人介意啦，有个人介意听开讲。安尼吼。过来就是大家拢真介意，就是这个。派对卡孔明，这大家拢会提起到吼，因为这个台语配音员的这个产业，我感觉伫咧台湾开始有愈来愈侪人去注重，像最近公司台语台要开一个台语配音的训练班，是上课哦，毋是你来食头路。我要收30人来200外个来考试。安尼哦，所以你无甲我通知，我嘛来去甲应征一个。走到台北去去上课咧，毋是讲互你去配音咧，是你去上课咯。安尼真有困难啦。200外人哦，伤遥远啦。这嘛是会使表示讲大家对这真注重。那个有刷落来，连小刷2集拢是开讲集数，我都毋知你偌介意听开讲哦。这集你可能较介意哈。这个一个是100集的特辑，第2个就是讲这个雪凤子的个别式爱买票。我搁要甲你讲，人若讲爱买票，我拢走了。爱跳票安尼。个咱内底个讲就讲，这个阿爸这位爸爸真伟大，我毋知你会记无？讲希望好分的囡仔会使这个讲台语。还有后一集就是同款嘛，是100集特辑的头一集就是听友来信像咱这集同款。那迄集就讲到这个雪凤的金钟奖颁领奖的感言。迄时阵咱那个伫讲毋知当时有机会吼，金钟奖嘛，这个物件是袂到今年都真正出现啊。有希望有讲出吼，都有机会就有呢，真的哦。这是真趣味啦。过来后一个就是讲这个同款愈读愈册，迄集就是。花机花旗啊，毋是啦，这个花旗啊，花旗啊，这个台湾海产名烧烤，个后一集是同款兴安茶水间嘉义县头案。兴安茶水间我个人其实真介意，我讲真趣味，虽然口味较重，不过内底会使发挥。这个物件嘛真侪吼，所以咱听友若讲对你的过去吼，一直以来若什么社会事件你记得特别深，即种较重的社会刑案事件，
希望会使互我用这个咱的节目的风格来重新来讲这个故事，嘛会使推荐互我吼，你会使写批互我，甲我讲，讲你过去怎样有一个什么什么案件，这若用咱的节目用台语来甲讲，是什么感觉？我就会去做功课。当然手头嘛有一寡当伫准备的，只是讲因为时间有限，无法度讲我一定是稳稳来。当然你若有特别注文，反正我会较先把心力放遐。对，我可能得较注重讲，这个我先来做安尼吼。过来，传承较特别是伊还有一集推荐的，毋是咱的台语的故事，是我另外敢若做，目前敢若做一集，因为这拢较顶斗的物件，就是八岁社会事吼。咱之前有一个讲这个宜兰消防局的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吼，甲这个宜兰县议员的一寡讨论，伊对这嘛有提出一点啦，我讲嘛真趣味，这是真少人去提起到这个物件，吼，大家是注重啦，表示讲伊嘛真正当样是咱的忠实听友啦，我都讲出这奇奇怪怪的接受，连我都无想到接受嘛，讲出来安尼，这是咱这届特别爱感谢这个听友的回馈啦，或者是听友的这个寄付拢是吼，感谢大家，真感谢，真感谢。过来，咱来进入这个顶半段的正题。我本来想讲顶半段应该一时就会使结束啊，想袂到时间咻一日就过去啊。但是咱该讲嘛是爱讲吼，因为咱顶边有甲一个人点名，会记得无？什么人的翁？要去考迄个台语老师。其实无台语老师这件代志啦，无是啥？我当时就读了就知影吼，这是文真因翁。咱顶边伫咧节目内底咧有点名着这个文真因翁，啥来咱个点名咧，是因为因某进前咧嫁父的同时咧，这个夫人嫁父同时因为真替翁着想讲希望讲就会使来甲鼓励一个支持因翁去考试。无错吼，所以我就去想到这件代志，而且咱伫咧节目内底讲，最近听讲考试成绩应该差不多要出来啊，毋知结果啥款，那有什么好消息会使来甲咱报一下，咱甲你斗恭喜，安尼我就先来甲伊后来伊有寄付过专工写落长，袂使讲落长啦，写真侪即个对咱来讲真受用，真感谢的即个文章来互我啦吼，所以我想讲，咱来伫咧节目内底甲读出来。好，请。伊讲阿德你好，我是文真的翁，我来报成绩啊。第一3月教育部台语考试，今日4月2号才放榜。既然你专工伫节目中甲我点名，只好来甲你报一个。真多谢你去年11月互我祝福，结果想过无用，到考试进前1礼拜才有时间读我台语拼音，勉强有通过较简单的 B1 认证。老实讲，我去考试毋是为着做台语老师，是因为阮某去年足认真去上90点钟台语课，伊去年第一摆考试通过 B2， 这摆3月搁去考就通过 C1 啊。我想讲，家己是台南人，搁自细汉就会晓讲台语，想要试看卖，无准备就去考试，会使摕到3款成绩。第二，无论 A、B、C 卷拢爱考听、说、读、写，毋过比例甲困难程度无同。说的部分爱挂耳机听录好的题目，回答爱录音起来才交互老师评分。所以你无法度用高铁速度调工讲足紧，互老师听无啦。第三，讲到广播金钟奖，我有一寡建议。你的节目我自头到尾逐集上无拢听2摆，节目内容真饱甜，你对节目品质甲结果嘛足坚持，加上流利的台语，阁有缘投外形，绝对会使互这个节目入围甚至吊顶。虽然你一直讲若无入围，你会真失望，阁生气。也毋过，这是第一届 Podcast 广播金钟奖，大家拢会足有印象，而且会使伫现场甲全球直播观众面头前，用水开的全台语致辞，这是上好的机会。但是，落尾是报名的部分，毕竟生活风格节目真多，我感觉台语最适合描述台湾在地故事甲文化，会使考虑经交集甲艺术文化相关的主题去参加。无论你选择安怎，祝福你心头掠好定，金榜题名啦！
这是伊的讲法吼。过来是伊有留几落集，就是推荐咱会使去参加比赛，包含你讲宜兰大神人的故事的下集，过来是克里奥语，就是歌客语迄集，还有这鹿港腔嘛第2摆出现啊。过来是世界音乐节，音乐要腔口。访问曾卡人的家乡，还有风调音乐的秋怀，还有这嘛是第2摆出现的家政府之鬼，也就是金美，还有一集是专访的阮剧团的陈文成的证明题，或者是访问伊的导演条谦，还有编剧郭家伟，过来是一直出现的派对卡孔明，大家拢推荐派对卡孔明。有最近较新的，就是心内乌空苏明演的专访，或者是这个文真因翁伊写批来的内容，寄付的内容。其实第一点想要讲，就是讲我之前其实伫节目内底有讲，你甲阮报讲你考了3款，免阁专工寄付啦，所以阮较歹势，你阁互你寄付安尼。嘿啦。过来。我毋知你有听出一寡内底趣味的代志无？你若看听伊头前讲，毋是看，然后听伊头前讲，就是讲，因为是为着因某旧年足认真去上90点钟哦，90点钟哦，即个台语课爱甲伊拍手。旧年第1摆课就通过 B2 啊，这厉害哦！即摆3月去课就通过 C1 是足高级的哦。我记敢若加阁加一级都满那一款吼，因为我对这制度无讲足熟悉啦。伊是倒位人呢？伊无讲因某是倒遐人，毋过伊家己是台南人。台南迄边的台语较无问题呢。我感觉这是无定着啦，你也有迄个心，普遍性。毋过我要讲的甲伊的台语无关系，我是要讲，我感觉为伊的即个文字内底感受会着因翁仔某感情真好。嘿，你看，伊有去注重讲因某伫要伊遮的代志吼，要去考试，也想讲家己要去考试，甲试看卖啊一个吼，讲翁生某旦2人牵电线，某行翁听2人徛斗阵啦，或者是讲即个翁行某听2人相揽，佫相信无啦，这就较过头。即个2人合伙是知音啦，就是你会使讲伊即个翁婿，即个翁是。真疼小某啦，有伫听因某伫做一件代志安尼，这嘛是真使人欣赏，是替伊欢喜的代志，祝福的代志啦。替恁恭喜哦！毋过伊拄仔讲吼，一集拢上无听2遍吼，你是毋是时间有小可较用上一寡？你毋通安尼讲，人是足有心的。足用心的哦，你安尼讲用就不对咯。这罔讲生笑啦吼，当然真感谢你伫即个收听。虽然讲你收听2遍吼，照你讲伊也是顺一遍的举啦。伊有种即个电脑的算法是安尼啦。哎哟，甲你足感谢。但是无紧，我也是足感谢你，无毋对。那过来就是伊段嘛有讲着讲即个那我之前有讲，若无日本会生气吼，咱拄开头其实嘛有讲着，是讲笑，罔讲生笑啦吼，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啦。即个吼，身不由己，迄毋是咱有法度把握的代志啦。主要嘛是一个话题，互咱听友有互动啦吼。那 podcast 当然是无法度讲像call in安尼啦，来开讲嘛所以想讲制作一个话题，大家使有一个想法。毋过嘛会讲，希望伫节目当中吼，有人甲咱回应，因为咱听友伫心内都会使有一寡对话，或者讲产生你家己的想法安尼吼。所以像拄则咱讲到这回归，大家就安尼我若是我来经，我会经打几集的即个集数来去报金钟奖我感觉这就是真好的一个活动，大家就可以回想讲我过去捌听过什么节目，毋是听过准拄煞。大家参考咧啦吼，嘿，无对。嘛参考安尼就对啦。当然最后吼，阮到底是有投件无咧？有啦，有投出去啦，嘛是有投啦。其实我嘛伫学习讲参加奖项要安怎去调整家己的心态啦，因为。咱较早有一寡时大人就爱讲迄个囡仔出去敢若碰见对敢若捡着嘛我想去参加比赛嘛是爱有一款心情。是送出去其他都无伫咱的思考范围内。咱顺其自然啦。咱都无去想较济，但是该做代志家己有做甲够嘛。尽力去做就好啦。嘿，无毋对吼。当然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即个。
烟斗的外形，这么内底安尼讲，听着真爽快嘛。伫伊批内底安尼讲这你唔甘嫌啦吼，但是我决定要甲即句话吼做成即集的标题啦吼，咱搁重复一届吼，做我看一下，加上流利的台语，搁有烟斗外形。人拢爱听好听话吼。骗袂过有影听着偌好安尼啦。感谢你的学咯啦，所以即个我甲做成标题，我大家看安尼吼。那总共一句当然，若金钟奖是无伫看即个伊的外形啥款啦，这甲有缘较无关系，但是总是听到欢喜。总是互你学咯嘛是足欢喜的啦。对啦吼，咱伫咧即个欢喜快乐的气氛当中，先来歇困一下，然后慢慢甲搁转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在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还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安尼，咱就继续转来咯。来咯。咱下半段嘛是有物件爱读，毋过伫咧进前共款小可来开讲一下代志。是吗？最近金曲奖公布即个入围的名单。是。咱伫咧2月份的时阵，我小刷一工之内，一工之内来访问3组的即个专辑的歌手。这厉害。我迄讲迄个咧，我甲你讲这厉害。一讲3集真正足忝的，讲实在。不过拢逐集的，或者讲每一个访谈对我来讲拢是真大的收获，嘛真感谢因来做伙来开讲啦，嘛互相伫咧开讲过程交朋友的过程，其实足欢喜的。我其实个人足介意即个为即个身份会使甲即个我认为好耍的创作者，我介意的创作者会使来开讲。那真袂使讲拄好，应该讲有即个，毋知是送好运，应该讲呛死。毋知，因为这3组咧，今年金曲奖拢总入围，全部拢入围金曲奖无简单吼。够赞的我是讲，这是我敢讲好，还是因运气好，还是拢好？当然因实力拢是一定足好，这边讲啊但是有实力无一定法度入围，这有当运气运气，无法度。但是我就讲，真趣味咧吼。那到底入围什么奖呢？第一是即个苏明恩 Angle 就是以心内乌空即个专辑来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男歌手可能因为这是华语我硬翻啦，所以咱男歌手。其实咱就讲台语歌王啦，安尼可能较关系啦。台语歌王的即个奖入围即个奖，还有包装设计。伊华语用装帧设计啦，但是我讲整体来讲就是包装啦，你迄集我有听到，敢开不哩侪钱包装，伊真感慨吼，钱有要紧，咱手骨大紧，手骨较粗啦，咱无要紧。所以即个包装设计，我看出来真用心吼，而且是有找少年人来发挥因的想法，我感觉互少年人真侪机会，对，所以又就入围即个台语歌王，还有即个包装设计。那过来就是即个巴奈酷水，巴奈巴奈大家知影巴奈上啦。我向说毋知要安怎甲介绍。巴奈酷水加瓜地豪，瓜大瓜地豪。那原则上是巴奈啦，巴奈伊亚宝即张专辑，
搁讲一遍，我感觉大家拢敢若较介意讲夜晡，但是咱遮是讲密晡，嘛是咱的讲法嘛要互大家知影一下。以夜晡即块专辑来入围即个台语歌后，最佳台语女歌手啦，当然就是台语歌后意思啦。过来是最佳台语专辑，这是真大奖专辑。就是讲规块专辑拢真好，伫咧台语内底范围内底足厉害而且当然因为即个台语专辑同时嘛，搁入围另外一项就是年度专辑就是讲伊有机会得到即年度所有来参加比赛的即个专辑内底上好的一块有即个机会啦就是所以伊入围3个奖过来就是青藤后裔真少年人，但是甲我差不我不爱讲几岁安尼，跟我变少年，拢少年。我说顿地，拢少年。我讲即个顿地，我把伊剪掉。无啦，拢少年就好啦。跟我变少年，即个青藤的吉尼吼，就是伊的即个主唱啦，吉尼规个团体啦，以即个海海人生即个专辑来入围最佳演唱组合，演唱组合奖，还有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咱拄仔讲，你若是入围台语专辑，同时你就会入围年度专辑，还有一个是最佳包装设计，所以伊入围4项奖项不简单哦。所以恭喜咱包含演歌、班奈甲青藤后裔这拢是真。就无简单，使人替因欢喜因嘛确实足有即个实力的，因三组任何一项得奖得任何奖，我讲拢是拢足欢喜的啦，绝对拢无好效力啦，拢是有即个实力，有即个才调去得到的绝对是无问题。但是真说互讲一个会提醒一个恁领奖伫台上来讲麻烦你台语好无？这咱要求家己啦，别人咱对家己期待啦。那其他的人，我讲就是因家己虽然多学，当然啦，还是尽力啦。当然，咱是安尼啦，就是金曲奖这个物件，遮侪组在比赛一年出遮侪专辑，那一定有嘛真好的专辑，是真好的人，真好的人才，但是无机会入围因为确实这每一项都是敢若会使几个人尔这范围有限，所以咧有几个在我来讲，我感觉较可惜，但是我感觉伊真有实力的，而且我有伫注重的，嘛希望甲大家分享一个啦。第一是即个，咱当讲到青藤后裔，当然虽然讲伊今年已经入围4项，无足厉害啊。不过其实有一个物件，我感觉真无错，就是作词，伊无入围作词人。不过伊的词，我感觉伊伫咧现代性，白话，我讲白话意思是讲伊袂挑工甲写甲足笨的，大家拢分袂清楚，还是讲我足厚的，我用足侪足困难的词我毋是即个方式，伊用真白话，但是足文学性的手法来写即个物件。我伫节目内底其实嘛甲伊讨论过即个代志我真介意伊的词，我感觉伊毋是音乐尔。就是讲伊的词拢互咱听有安尼，听有，而且伊会互你一个画面，你听伊的歌，听伊的歌词，你头壳内底浮现一个画面。譬如讲，伊即张专辑，即个专辑上主要就是伫讲一个现代的。比如讲现代的都市的理性，伊的生活，伊拄到的困境，伊的想法或者是伊的爱情，伊的啥，你会感受到伊迄个歌词内底迄个意境，甲迄个画面，一个人踮到厝的感觉啦，一只猫仔陪伴伊，伊的思考，我看伊的词其实就写得足好的这我讲较无彩啦，无入围即届，当然因为竞争足激烈嘛，足侪人来竞争嘛那过来就是夜晡班奈夜晡即个。制作人瓜地豪，瓜地豪你要讲伊即个华语讲遗珠嘛遗珠就讲有遗憾无？讲实在，应该讲，我认为伊完全有即个才情，有即个才调，有即个实力，入围是绝对无问题。不过咧，我袂替伊感觉无彩，伊无入围我袂无彩是安那。因为伊真正摕足侪奖，逐年拢有你的名，逐年拢有你的奖，有够啊啦！咱留一撮即个嘢互人迄落啦，所以这个意思是讲，莫摕啊济，你留一个分济互人啦。对啦，好心啦，咱分享啦。虽然讲你绝对有即个实力制作人的奖是，你要搁入围，讲实在无入围，这是确实无彩分，但是无入围，我感觉无要紧啦，因为摕确实是。摕甲我惊讲你家己手的，你歹势共摕
所以我讲袂讲无彩，但是伊确实实力足好诶。大家有当然看到制作人看到伊诶名，伊会使对伊诶规底专辑诶制作，伊真侪有路所在，会使加注心一个讲哦，真侪咱过去无注意到物件，你只看到即个名，你就会使甲你诶心思放伫足侪专辑诶有路诶所在。尤其你歌曲后壁像我迄讲伫甲伊讨论时，咱讲到足侪歌曲，包含编曲啦，编曲后壁真侪还是甚至讲伊作词诶时阵。伊内底唱这个机关，按这个机关伫咧内底，伫咧仓库内底。机关唱伫仓库内啦。机关按伫咧仓库，其中必有缘故嘛。所以伊足侪即款又点又行的物件，足值得你一遍一遍来甲听，或者是你有买实体专辑去甲编看卖，有足侪趣味的所在吼。摕甲手两分钟吼，嘿，留一个机会互其他的人啦，鼓励其他的人啦。你著迄个新界顶级嘛，你著卖迄落吼。已经加放出啦，所以我是无替你唔甘啦。但是当然绝对你有迄个实力，这大家拢知影啦吼。过来有一位是进前方面的，叫做曾立兴、曾立新，伊有一块专辑的模组对来咯。嘿，伫咧包含讲内底有伊的信仰啦，佮讲到二九暝即条歌，即个歌就是你讲伊甲老爸之间的关系，和老爸有伫饲粉鸟。伊我必须讲就是讲，我认为即块专辑，你讲完成度，我感觉。伊本身的一寡技巧技术方面，或者讲一寡少数完成度，我感觉会使阁有空间。毋过我感觉伊有入围，得奖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伊有入围的实力。伊的歌内底会互人勇气，阁有一寡伊的坚持，伊甲北管融合伫内底，即个过程我讲是嘛融合了真水真好耍。伊的即个专辑包装设计嘛是足厉害的，我有伊的实体专辑，敢若即个花筒有够水的，所以伊嘛是。伊是我认为讲即届真正是拢为主，就是讲较无彩吼，拢无入围，但是有当无多竞争实在伤济啊，那有当好歹入围。人才济济，无法度有些就是靠运气啦吼。确实。那我们就后壁得个继续加油啦。无毋对，吼，这是甲大家分享一个金曲奖的部分啦吼。那刷落来咧，咱即篇的即个听友的批是有较长淡薄啊。寄批的人是网络一个 Facebook 口做做爱湾语爱湾语的即个负责人，伊本人其实是一个即个律师吼，爱湾语的江伟平江律师吼，伊对于母语或者族语的即个发展是真有热情、真有用心吼。那伊前几工是有甲我联络讲，伊听班内迄集。班内方面迄集来讲，因为阮有讨论着讲第一语言啦、母语啦、族语啦，即彼此之间的关系，甲我的一寡疑问，伊听了后咧，有一寡想法啦，想要来分享或者讲讨论，咱听友嘛，拢会使听到无共人。无共想法，那思考角度总是虽然有争差，那这甲你的身份认同、你要伊的事物，或者是你的生活经验甲观察，其实拢有关系。我是安尼感觉啦吼。所以咱听友毋管是讲听我甲班内抑个瓜地号偌大的讨论，也是讲听我等一下读即个爱玩语的即个批，拢是一款思考的角度，我感觉吼。所以你可能有赞同的所在，嘛有可能有无赞同的所在。毋过我讲就只要讲这会使刺激你去思考即件代志，甚至讲互你产生你家己的想法，安尼你今日听即集信讲都有价值啦。所以我有专工甲即个伊的批要甲读出来，所以较长一寡，所以大家都会使要开始咯。伊即篇的标题是写族语复兴来接续母语传承。问题意识是啥呢？以早一般咱拢会讲母语去对着即个官方实名语言，母语是对抗官方实名语言所用，或者是官方实名语言是为着要消灭母语有即个想法。毋过母语英语讲 mother tongue， 伊的即个原底定义确实是一个人出世第一种学到的语言，这英语叫做 L1。以早伫咧差不多1990年代进前的时代咧，台湾人的母语主要拢是原底的台语、客语或者原住民族语，所以母语来对抗华语或者是汉化母语运动，讲起来其实真顺。后壁咧后一代的母语变做华语的人就愈来愈侪啊。也是像班内即款，伊是都市原住民。爸母住伫咧台语区，比如讲即个例是台南，那伊班内的母语煞变成台语，安尼
本地的口号，咱讲是母语是传承，母语是认同，母语是民族的根底。毋过母语是华语的人，毋就变成讲伊是认同甲传承华语。安尼就变成 Chinese， 是咱讲华语，或者中文变成华族这个族群咯。也是讲班乃会变做伊毋是原住民，变做是咱人。安尼咱敢是爱改变母语的定义，互后一代的母语嘛是继续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毋管因的 L1 是啥咧。也是讲，既然华语变成因的 L1， 也就是讲第一语言，安尼以后就莫对抗华语啊。我讲这是无可能嘛。我的想法是较无要紧，咱毋免去叮当着母语的定义。我认为母语早期受到重视，红认做是对抗国家政府官方语言的重要标志，是因为一个社会内底少数民族语言有继续传承，所以迄个社会一直有人的母语毋是官方语言，所以讲母语是重要的。举例来讲，假使讲英国的印度甲巴基斯坦的移民，因的耳度、印度，这就是因当地因本身的语言啊，母语吼，有继续代代传落。那囡仔的 L1 第一语言拢是厝内的耳度或者印度，安尼因就会使讲我是咧保存母语。毋过台湾是一个已经受到文化殖民足深的所在，台湾社会已经不幸行入去到另外一个阶段。殖民语言已经豆豆啊成功去替换原本的这个自民的底层的语言。毋那外口无人讲你的母语啊，厝内嘛无伫讲啊。母语是传统语言的人是绝对的少数。既然语言学的定义讲母语 L1 就是一个人出世先学到的语言，那呢？因遐的囡仔母语是华语，就互伊去华语无要紧，因为这是囡仔连爸母都已经以华语生活为主啊嘛。但是咱爱认清讲，囡仔的爸母嘛是华语化殖民的受害者，所以因嘛有失觉察，无去坚持这件代志，坚持着伊的族语生活，甚至家己嘛无族语的能力。伊遮所讲的族语是所有原本的本土语言，包含台语嘛是。所以用母语这个概念去讲已经无效啊。所以讲，甲爸母上亲的语言，可能大部分人拢毋是本土语言啦。真侪人爸母的台语嘛无法度啊，比以台语人来讲，毋过咧，虽讲母语无通瓦靠啊，咱袂当放弃，就是复兴族语这个概念。这是我伫看一本册，叫做《请说国语，请说国语 Speak Not》这本册内底 Welski 这是英国一个语言一个本土语言复兴运动所得到的启发。让因 Welski 咧上惨的是咧，迄个普及度嘛是足低吼，英语化嘛百外档啊，英语等于因的主流语言嘛，母语是英语的比例嘛足悬啊。毋过咧，因嘛无失志，为开始吼有心要复振要复兴因的这个 Simru 就是因的本土的语言对啊。因的想法就是讲，爱甲这个变成一个民族主义 ，Wales 民族主义，为着保存民族的根底历史。传承，因就有心去拍拼，甲深入这个语言，甲找倒转来，甲讲倒转来，甲写倒转来，这就是族语的意识。也就是讲，这就是咱族群认同。我的族群认同是啥？我去甲我族群的语言找倒来，甲是毋是母语无直接的关系。伊的想法是安尼。那这规本 Speak Not 内底咧，我上感动的就是民族复兴的概念。Simru 或者是夏威夷的语言，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广东话，拢总是。咱台湾即马大部分少年人的母语是华语，班内这个原住民的母语是台语，无要紧。毋管咱的母语是啥，有心的就各自去找对因家己的族语。亲像安尼，我甲咱人话、客话念归来，应该是安尼读吼，就是这是客语啦，意思讲找倒转来的意思，扣转来的意思。我对囡仔讲族语，用族语来对抗华语，班内嘛会使甲伊的朋友嘛学转来，因为认同家己是原住民是朋友嘛，毋管伊的母语是啥。毋过台湾的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嘛，毋是为着要分离吼，会使参考这个瑞士联邦，因当伫流行多元文化主义，但这就先无讲啊。多谢开这个时间，甲我写的努力。伊甲只结束吼，伊讲的这个内容讲实在较复杂一寡，
但是我会使简单甲整理一下，就是啥人我会问巴奈这件代志，讲你的母语你认为是台语是无？因为我当然认同你讲的话，你学到台语的是你第一个语言，这我会使理解。但是我对母语的想法，一般也是甲族群较有关系。当然这就会违反着母语本地的定义啊。那伊的讲法就是讲，无要紧，母语的定义咱无去甲改，就是讲你头一个学到的语言，就是叫做母语。但是这个母语是啥物语无重要，因为现代真侪人的母语拢毋是你原始的本土语言啊。所以你该想的是讲，我的族群认同是啥？比如讲，我认同我是客人的时阵，我就翻头去找我的客语，我的族群应该是讲打一款腔的客语，我就去学打一款腔的客语。我若原本无原始无即个条件，比如讲我爸母就已经无啥会晓讲客语啊，但是我有即个心，我一定找有资源，我一定学会转来，这是无问题。甚至我去浸伫迄个环境内底，台语嘛是共款，族语嘛是共款，这是伊的想法啦。当然我个人有当时会去调整即个母语的定义，那伊的做法是行另外一条路。思考拢是共款，最后其实阮伫班内迄阵嘛讨论过即件代志，就是讲，比如讲大大伊就是讲，伊认为这甲认同有关系。你迄个当时对族群的认同是啥？你的迄个语言就是迄个语言，这嘛是一款的做法。我无一定爱打一款的讲法才是正确，但是我希望留即个想法，互大家去思考看觅。我嘛要来美术宏志看觅。我知影拄仔讲是可能较复杂一寡。当你的母语已经毋是原本的语言的时阵，你要安尼甲扣转来，就是个问题嘛。你个想法是啥咧？好，说谎的讲法是安尼吼，这个历史伊的讲法等于讲，你无一定爱认定讲，你就一定第一个语言吼，叫做母语啦。当然，要行即个路吼，是真辛苦啦。你比如讲，你要去发扬，要去复兴来讲吼，爱相当的时间。比如讲，今日你的囡仔，伊出世的时，搞不好你家己也袂晓讲，啊，你哪有可能？你嘛无即个意识啊，你嘛感觉无需要啊，所以讲就有困难啊。啊，所以讲这历史讲，我真重点有听到伊的复兴，你若有迄个想法来讲，啊，我要去家坚持即个，安尼你互你下底下来讲，会阁学较侪物件。咱囝不管打一组，还是打一种的语言，即马这就叫做意识的问题，你知无？爱玩语的讲法意思就是讲，咱莫阁去管即个母语是啥，咱嘛无要求伊爱讲所有的母语，伊应该去想的是伊的族群是啥。伊比如讲，我今日是属于，毋管伊讲咱人，或者是讲咱台语族群，我的族群，咱知影讲即个族群原始具体的语言就是台语，安尼我就去学台语。我是客人，我就去学客语。就算讲我爸母已经袂晓讲客话啊，我也是会使去学客语。我若要复进即个语言来讲，迄就是爱学做复兴，才有法度啊。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若无你就是无可能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意识，问题是即个想法当然嘛真好吼，伊行另外一条路无毋对，毋过有困难。过去遮的人自然会晓家己的语言、家己族群，我先用族群语言来讲吼，家己学晓家己的族群语言即件代志，毋是因为因有族群意识，所以你今日除非遮侪人拢有共款的族群意识甲语言的意识，讲，就算我的爸母袂晓，我嘛想尽办法要去甲学转来。你无迄个环境的时阵，你若过去讲细汉还佫有学过台语，还是接触过台语，只我大汉了放袂记哩啊。细汉我还佫听过阿爸阿母讲，即款的人，伊可能还佫讲，真侪人有一个概念，讲我较早阿嬷阿公教我讲的时阵讲台语，想袂到大汉了我拢袂晓讲，伊嘛听无我伫讲啥，我就希望会使甲伊讲话。即款的人，伊有机会产生语言的意识。除了即款的人以外，伊若自细汉伊的阿爸阿母，甚至讲伊阿公阿嬷拢甲伊讲华语，伊根本无可能去产生语言的意识，因为我就是自细汉我的感情就伫遮，我的感情应该甲华语绑做伙，毋是甲台语绑做伙，我无迄个必要来去学习台语、客语，甚至是任何的族语。我认为即个想法真好，但是以现实的台湾的情形来讲，除非你是有意识的人，语言意识确实最重要，我认为这最重要。但是现实来讲，我无遮乐观，
应该是安尼讲。我希望大家拢有这个意识，安尼伊这条路线都就有价值，但是我不乐观，这就会拄到这个问题啦。但是所以我讲，我有法度理解伊的想法是会使排除过去对母语的疑问，像我拄开始我对别人的母语这件代志，我就足疑问的。安尼你的认同到底是啥？还有你甲这个台语当做你的母语的时阵，你虽然讲你袂晓讲你家己的，比如闽南族语或者是阿美族语，因为伊是两边无共款你若有一天回头去学转来的时阵，搭一个是你的母语，讲实我迄个时阵你若对母语的定义有一寡想法的时阵，你会无法度去掠这个代志，所以伊开始找出另外一条路，咱莫阁管母语什么话啊，伊原本定义啥，咱就互伊凊彩伊去行。伊英语嘛不要紧，德语法语拢恁兜的代志，重点是你什么族群，你就会翻头去爱去学什么语言，但是这是足理想的情形啦。一般情形，我老实讲，你自细汉接触的拢毋是这款物件，你对伊无感情，你对族群无感情时，你袂去想这个代志。我时间嘛差不多啊，所以咱最后留伫就点到的所在。我甲做一个最后的收尾，就是讲语言的意识才是上重要的一点。咱甲这个意识保留落来，咱自然就有机会。好，那今日就到这结束。时间有限，所以我就无阁继续讲了啊！咱就留一寡空间，互大家去思考啦。咱其实有提出真侪无共款的想法，甚至彼此之间嘛有一寡无共款的冲突。我讲这嘛无要紧，然后大家去思考。咱互相尊重吼，每人的思想无共款。OK， 那今日这集就到这咯。后壁我就变成个念嘛，因为伤长啊。OK， 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寄付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alk、免访、阿贤、阿莹、张文珍、瑞琪、永川、阿里嘎哇，也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